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權妹。好，唔知大家好，新冠度對山歌，有乜個樣嘅印象冇？其實我講一下阿權妹我自家嘅經驗，可能我頭擺看到嘅，也係聽到嘅，係頭擺人啲山啊呀嘅山頭啊，坐到幾隻山頭去幾種嘅山歌。不過對我嚟講，我從細都啲山歌扮態嘅，故事對我嚟講，我韓式嘅山歌就係我阿婆會唱，我媽媽會唱，我先生會唱，我鄰舍會唱下唱，也就係我生活地度嘅山歌。故說各位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你嘅生活度嘅山歌又係樣嘅樣嘅呢？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下流行嘅歌曲同傳統嘅山歌來做一個結合，先來也兩種東西來結合，會有樣嘅冇樣嘅樣嘅呢？我先來看一段精彩嘅影片。嘿呦，當年講那嘿嘿，搭線皮對苗啊苗，剛剛起呀，心安呐。開始起起落雨，開個眼裡後山開，後山開電視喵啊喵，有你開幕呀忙啲嘢，忙人來，倆忙人愛來天數向下開。掠起中原嘅膽肝，還要解起通山嘅膽肝。盲人來愛愛愛愛愛，盲人啲。哇！相信懂到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假使人家都冇看過家下幾段影片，聽才會知道，哇，怎麼那麼驚豔啊！我從來冇看過人哋賴先生愛用啲嘅愛獻呢，而且就係細細嘅夾來分享一下今日節目裡頭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人哋劉永昌啊，昌分享。Hello， 阿權妹你好。各位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劉永昌。好，分享下從來到節目當中哦，家下唔同賴先生研究嘅幾段影片，真嘅非常貼切，因為我印象當中，其實看到嘅就係唔從流行歌曲，冇就係賴先生佢愛獻嘅唱山歌，我係盲實看過佢愛獻嘅韓國同流行音樂同一隻 band， 向下來做結合呢，其實也真係碰撞出很多不一樣的火花，知道嗎？係啊，唔過呢是一件多麼簡單嘅緣分。真嘅，故事出老廿八，我同大家分享嘅主題，強用流行嘅歌曲同傳統嘅客家山歌，我向下來做結合，將有100嘅演藝費。不過我先想我來問一下，我一開始要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我韓細時嘅山歌啲我嘅生活當中係樣嘅樣嘅，我咩想來問唔咩客家人，對你來講，你生活當中嘅客家山歌又係樣嘅樣嘅？我嘅生活，因為我細細嘅時節喺個台北睇嘅細人嚟，故所千難有機會喺個台北聽得到嘅客家嘅山歌。不過喺個過年嘅陣時是轉去嘅新竹中下，因為初一早晨嘛，行記得嘅喺個有標嘅講 cartridge 卡。假式錄音帶嗰種吼，在台糖嗰邊有標嘅客家八人，佢初一早晨清早，我記得
6、7點，還忙睡想嘅時間，7、8點，含啲個睡夢是差唔多有個表嘅人嘅8人嘅咿咿歪歪，哎呀，嗰陣時行細細行突嘅骨燒，嗰陣時行到嘅客家8人是知道哇，用嘅物嘅我㗎，用嘅暗草，因為嘅那個嗩呐啦把太太上嘅，嘅他哋就。嗰陣時冇乜嘅了解，唔過了解藝，唔過嘅藝體育嘅印象啊，行下過來是骨燒嗰陣時嘅小白棒尾，是個大嘴鼓，又講他又點樣問講啊，你會衝上歌冇？就一下衝嘅一記兩記啊，用聽聽。嗰時候細細嘅時節對山歌嘅印象是冇幾深，唔過有。是有安樣嘅印象，印象當到斯坦人，大家坐下來就會衝一兩支用誒。冇錯，色彩時就講一下，色彩物嘅七支就講出來，4支8支就安樣講出來。錯。咁應該就會對人來講，山歌啲生發出現嘅樣誒。哦。就有嗰陣時冇對山歌嘅印象是懂三分。唔係懂了解，唔係懂了解。不過既然人唔係懂了解，佢撒下來用會有同樣來認真來欣賞，向下來認識韓國韓向下來合作。呢擺演唱會嘅名我都行一里路哦。我啲嘅200半年多啦，都200半年，就4年咧。呢里路是行超過10年咧。10年嘅路，佢10年前啊，係後生嘛，呢下叫中年人咧。你自家講嘅啊？中年嘅嗰種，不過呢下大叔當道啦。嗰時是嗰陣時是老賴認真先生，有向下嘅落去參加一個創作嘅比賽，特別是嘅講移民，我記得今年30年，今年24年，哇，24年是開始。有幾個移民嘅歌曲嘅創作嘅比賽，嗰時候，Annie 有向下去參加嘅比賽，啊，佢沒有參加，我沒有參加。哦。啊，不過是今年是我有創作一條歌曲，很多移民爺爺帶我全部卡，移民爺爺帶我全部卡。今年是有達到第1名，啊，對，其實你個後生條應該會走出來，因為嗰陣時你嘅比賽係2007年，是有選起來係是第1擺來去做客家歌曲，啊對彼此的那種第一個印象是這樣子，啊，行下過來是啲嘅我記得啲嘅2014年。有向下來，有邀請嘅賴認真先生，向下來將介紹個人都後生開擔過啊，向下來去，因為今年有認為嘅金音獎，所以脱離音樂嘅一個獎啊，哦，就應該就是邀請佢。台嘅音樂嘅一個獎。就向下來去試看嘅年藝嘅大鵬樂團，然後賴認真先生。做定用班來去夾向下啦，就是有繼續下來是，接嘅是唔係講，是本來一開始是有某個時間，你要完成某個事情，啊，然後下來是，你是想要點到過來是尋一個機會，看做得了去做更加多嘅事情，比如說呢條路是就行出來就你嘅。副標題練山歌，認真前錯。古時候係以為頭擺吼，像係可能為到100個演出，2、3年10種向下來練習，向下來演出，按你就冇咧。也擺係想要本大家一個完整的表演，完整的音樂會。就完整的一個除咗大鵬樂團，就用班落去行，用班落去行了。今年按多年嘅路就行啊多了，行啲嘅兩條路啊，咱認真先生向下來行兩條路，啊，除咗兩部分就係講很多練山歌，是講都差唔多兩幾年過來是還是有出過去看真多嘅地方嘛，學習嘛，比如講。
2014年到新疆嘅片，是到国外嘅迄個民族，其實都還有別個民族嘅後生人對家條嘅傳統音樂，是有一個像我家條唔係講傳承啦，家條即係講本來就引導愛會。哇，故說其實也係完全冇強用，對人嚟講，一下就我要傳承客家音樂，其實應該愛係我本單就應該會一條音樂，一條音樂就係我平常時唱嘅歌曲，應該係安尼。比如講，佢去到新疆嘅講哈薩克族，哈薩克嘅樂傳統樂器用到冬不拉，其實用冬不拉落去教嘅傳統嘅歌曲。你也是講唔係講父親可能冇要求啦，不過做得落去隨後唱山歌嘅人又有幾多呢？真嘅冇錯，故說唱安樣傳統嘅音樂，愛同流行音樂傾下來結合，唔但唱愛留佢傳承下來，還愛留佢變做係大家本單就會嘅東西。所以也愛用嘅來演出一場音樂會，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哦。大家要進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新來有傳統嘅山歌同客家嘅流行音樂兩種腔下來做結合，我用嘅無腔用嘅用嘅喏，也辦2028大榜五樂團嘅演唱會後，行一里路練山歌念真情，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哦，細細個個來請阿聰同大家分享一下也辦演出嘅資訊。就係9月28號，暗晡夜7點半。7點半。台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嘅劇場，冇錯，一場天天。嚇，爭一場，V 咩冇幾多？大家聽錯，我夾夾戲。我買票是愛到明路嘅兩廳院售票系統，嗱我做得大天發。哦，很貼心。買票嘅專線哈，03-667。66774，冇錯，很貼切嗬，本大家擁有做啲大天發嘅方式。聽講既然有人愛包遊覽車上去，上來看了。嗰個其實嗰種宣稱啦，宣稱。故作天時嘅條件嘅觀眾朋友，數腳愛客夾地位，細細夾出天發拿起來，冇出明路夾大夾。去買票，夾去看表演。9月28號，禮拜5暗晡頭7點半，大家聽咗愛去看呀！傳統嘅客家山歌同流行音樂用嚟落做結合，係我係阿長古花10年行廿里路嘅心情。係冇單槍花10年，你阿從佢嘅試錯嘅經費咩花咁多？哇！真係係大手筆就錯嘅。唔過剛才一開始有講到，其實阿從對韓式時嘅對傳統嘅山歌，其實冇一度印象。唔過聽講客太地位有自家主動去學唱山歌，韓國係同嘅國寶嘅欣賞來學是無？就讀太好嗰樣時，喺台北市有一個嗰樣時係芒市記嘅芒人啊，嘅欣賞很多來撇下。形容咁啱你咯。我咪魔術師，嗰樣因為嗰樣時對客家魔術師啊。哦。是到幾個山歌班去學，是學就學出嗰樣唱客家山歌。你嗰樣時我記得係民國86年、87年，清朝以前。哦。貴班山歌班是我最後上。因為全部就係阿姨啊。聰明啊。唔係個聰藝聰呀。應該係阿姨啊、媽媽、阿婆啊。阿姨、阿婆。是嗰陣時是張迪講用班人都帶用班嘅山歌唱得好。嘅標準啲嘅那位，都帶你嘅山歌是那位有好聽，另外一部分是講嘅啲讀太好嘅樣是用買嘅你嘅客家流行音樂嘅唱片，比如講三九台啊，還有嗰樣是還有嘅謝宇威、蔡宇威、泰國，還有嘅高工，是。你也要做客家流行音樂
就迄可能有个较大，有个较少，不用一年嘅传统嘅东西落去。所以说对我来讲，你啊，我是提供哦，我做客家嘅流行音乐，你啊部分就做唔得不用贴，是还是就不用落去我嘅编曲地方度。传统音乐还是要留定啲抄嘅，啊，到因为2007年第100做我嘅唱片，那个唱片有很多录书信息。录书信息是开始嘅客家音乐、流行音乐嘅开始是，喺個傳統山歌了條錄書發嘅信息，就係發嘅信息，可能有傳統嘅，有係現代嘅，唔過佢嘅勁係一年嘅山歌。啊，唔過對我來講是講唱山歌哈，我自家啲我咩專門嘅。因為唱山歌真係到難，你希望時間去練習，希望時間去見過，希望時間去聽按導人唱山歌，其實你冇辦法唱得到吼。錯，故所我潛嘅標片啊，故所就會喺認真欣賞就出來咧。冇錯，其實我知道唔過人嘅音樂也傳統同創新兩種來結合，韓國。你同賴老師，咩係傳統派同流行派兩種的這個派別吼，兩種來結合，啊，你會想打冇啊？其實我知道。你啊就會講到老來認真欣賞，就會從大二人就一年合作有幾年咧，佢說有一個感覺對來認真欣賞，就會講其實一個 open mind。前面，佢講 open mind 嘅欣賞，嗰種用伴奏其實會試看啊，佢咩唔會講用做唔得。唔會講聽咗愛行傳統嘅一條路線，佢想愛來接受無強用元素、無強用風格嘅按用嘅音樂。佢會建議你講，乜嘅東西做唔得難聽，啊乜嘅東西聽做得來去試看用伴來改到一年來接到有更加多嘅世界其他地方嘅人做得來接受。從一開始看到嘅樣片，後上開單高地度，你開始唱歌以後，欣賞佢繼續愛，我去愛嘅唔係山歌嘅音樂嘅，佢係就係二胡的演奏，弦嘅演奏嘅用嘅，佢咩係佢自家想出來嘅。全部佢自家想出來，全部。哇！我係幾馬屁嘅，所以按用嘅感覺真係係。比如講唱我傳統上就會講，我吉他同弦嘅，其實兩種都係弦嘅樂器。唔過兩種我來做結合，會不會對你一開始還蠻合作開始？你心肝都會有一個想法講，可能那片會冇辦法溝通，也係講那片會遇到困難冇？一開始看到來認真欣賞，佢看到鏡面嚟講，哎呦，你真唔會動樂。可能幾天4條田會啲嘅看啊！哎呦，做得來合作冇，可能要罵人哦。哎呦，佢說是接觸以後，還是就用嚟做是用伴奏，其實彈得落去，還做得落去建議你，還講故事伴你彈。佢說第個合作嘅過程是有學到動多嘅東西，啊，對佢來講是講因為你帶來嘅係講實在話係講 rock and roll band，外國嘅文化落去轉到你有你客家特色嘅一個樂團，故所就係講用伴按用嘅合作落去做一個有傳統山歌，有流行音，有現代嘅講節奏。現代嘅爵士鼓，落去掉下去，做結合，變到一個有蔡天心嘅東西。冇錯，韓國其實也擺嘅演唱會地度啊，咩會現場來賣嘅啊，就爭出咧小鹿鹿嘅 EP，錯冇？錯。也 EP 地度有幾條數歌曲？幾多條？3條歌曲。3條歌曲，3條歌曲全部就係傳統同創新。冇錯。嘅結合。錯。嗰時候係用哪條傳統嘅山歌來結合嘅？歌名
传统嘅歌名嚟做啲嚟講吼，所以樂山歌，還有嘅半山腰。半山腰係南部嘅山歌，哦，還有一條18毛。18毛咩做得來結合？錯。嗰首其實也係係啲演唱會第一擺同大家來見面嘅EP。第一擺，所以講對我來講，我咩當叫冇做新嘅錄音嘅作品，所以我是間嘢會第一擺來做一個發行。其實廿3條歌曲咩係因為廿大音樂會嗰個貼片來當認真來打造廿3首傳統同創新音樂嘅結合。冇錯。哦，不過其實傳統嘅歌曲按當我會想到講愛套廿3條歌來做改變咯。就係講，因為你老賴先生，所以講有花動多嘅時間泡茶打嘴鼓，有感覺有對嘅多，真會。真嘅，一下係想到那個賴盈珍先生，頭擺同嘅本用傅老師，向下唱嘅18毛嘅樣嘅，不過，佢係當傳統嘅樣嘅啲藝線感度，如果攞佢變咗當創新，其實佢係有動態嘅落差呢。唔怕跟嘢來看爭啲。哎呦，真嘅係本體嘅當期睇呢，9月28號晏晡頭7點半，唔好唔記得。嗰首經驗賴盈珍先生，咪會去到現場同鄉下來做演出，就像家下人看到嘅樣片用嘅。錯，佢會過來啊，係佢會有佢新嘅叫賣個關子啦，我講新佢冇腔樣，你唔盲是看過嘅表演啦。真嘅，本體嘅當期睇。到底會嘅衝山歌吊鋼絲誒？你冇可以賴先生哦。總講吼，你9月28號晏晡頭嘅表演，真係非常非常嘅精彩，大家聽錯愛夾夾去買票，冇錯打電話聽票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喲。各位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好大家注意好，其實阿松嘅音樂真係非常非常嘅多年，佢唔單止同賴盈珍先生來合作，也下好愛啲電視機頭前伴大家來分享嘅影片，係阿松同一觸動嘅客家阿婆向下來合作嘅一個 MV 同音樂，一齊來看一下。將嘅客家阿婆，將嘅客家阿婆，我想你聽作廣告，將嘅客家阿婆。漂亮的客家阿婆，漂亮的客家阿婆，你應該還沒看過。漂亮的客家阿婆，忘記娘齡，勇敢向前，快樂學習一切新鮮，喇叭和聲心甘情願。阿婆，生活不是只有柴米油鹽，雙手可以撐起半邊的天，這一街頭巷尾可以看見，是否用心看見客家阿婆？哇，好嗨哦！一條歌曲，韓國看到呀客家阿婆的做董事長喺度跳舞。這真的是太酷手了！阿聰，中文嘅微笑按鈕嘅歌曲，韓國喊 T 片來到要做董事長，來 hit 呀 MV，韓國氣感妹客串了一個那個攤販的角色，懂定一下。就係講，因為我一開始我2011年轉到新竹，
这样子还蛮有蛮个浪漫台山线的么啦。哦，是这样子，还是就转去台山线改片，有竹东改片，还是有看到个戏剧公演，特别有个阿公阿婆、阿公较少啊，阿婆去跳舞嘛，跳个土风舞嘛。就是挑个用个韩国嘅柠檬啊，嘛有个还有那个小苹果啊，嗰种。哦。你知道奇怪，嘅客家种跳舞做得用客家歌啊，用板模就来做一条滚带啦。用滚滚嘅歌曲讲出去，甲做一条。就古时候是那个庆祝，2011年。到去年2017年，咁有一个机会留嘅竹东嘅，讲乐林学习中心来去做一个合作。因为嗰边有会做一个用阿公阿婆嘅土风舞嘅一个快闪活动。好可爱哦！有一条歌啊，嗰条歌会强松，他家做在跳舞。对我来讲，其实有一样嘅。想法的要求，对我来讲求之不得啊，求之不得。就会讲还是直接就写落去这条歌曲，是有一个其实你客家种嘅阿婆无单枪，讲有讲到客家嘅阿婆就会讲竹篮衫。懂勤俭，懂善忙，懂辛苦，爱带孙呢。是有写两条歌曲，就是讲两条客家嘅阿婆是老嘅石头向下行多条线，还有 fashion。就是说是 MV 拍出来是嘅，你不用伫嘅名路，不用伫嘅粉丝团。去傾去點嚟去看嘅人係基本上看還有看到有27萬人去看，還有啊較特別嘅東西，所以講國外嘅客家人，是都愛用嘅東西，真神奇。真嘅，看到嘅阿婆好戴的那個墨鏡。按我跳舞真嘅係懂得影響，其實也就係客家人嘅想法，漸嘅聽見時代啲嘅改變咧。嗰時也係去到主動市場，咪會看到當大班講嘅阿婆，也就係影響客家人嘅想法。就係講客家人嘅想法，其實你講你下對我來講，你想法程度嘅客家嘅阿婆都係很有反應，就係講可能你幾嘅 MV 可能要較誇張嘅，不過講真嘅咧，現代嘅客家阿婆有多是講當天天留下。真嘅冇唔錯，嗰時候其實也從一直以來都啲嘅做嘢傳統同創新嘅結合，很扮演很較想我做嘅係乜嘅事情，嘅目標係乜嘅？就係講傳統嘅東西，還有你講比較還有。生發嘅東西，到你講比較精英化嘅東西，其實當還有一個談起來嘅分拆開點。哦，談起來也係傳統係傳統，新嘅東西，精英嘅東西是精英嘅東西，傳統嘅東西應該愛chamcham嘅，當到年就會知道傳統嘅東西，愛不用睇。傳統嘅東西講主體要保留下來，用辦。生發嘅東西，還有傳統嘅東西，用辦拿來用本國較多年來去知道，哎呀，呢個東西很神奇，你咩向下來去做。其實我知道講，香港嘅一個導演很多周星馳，佢咩做了這種事情做得當好，就係生發地度嘅東西。可能你知道呢種嘅東西，可能你有到嘅想法，還有創意來去做轉化。就會講，比如講，我是知道你下客家當多東西，做得來去做一樣嘅改編。我睇下來看到更時尚嘅客家，不過也係結合傳統嘅，然後傳統東西留下來，然後佢變咗國際化嘅東西、精緻嘅東西，本睇下來看。冇唔錯，冇唔錯。哦，其實係從轉到中漢講2011年到廿下，已經沒有1個月嘅時間。
故說除咗呀音樂上有無咁樣嘅改變以外，人嘅生活聽講沒有無咁樣嘅改變咯。呀，哈啲呀，這個新加坡鴉片，聽講有一隻算是品牌嘅，我都好好客廳，你想我來經營呀隻品牌，錯冇？就咩咁樣啲嘅新加坡鴉片最近嘅改變是講，變到伊個開放本更加多嘅人來啲空間來去做生發性嘅課程。生發性嘅課程，生發性嘅課程係乜嘅意思啊？比如講，伊做啲，比如講有伊個講做木工嘅啊，用班做木工嘅，做二副卡嘅講小擺飾嘅，啊，還有伊做啲，喺第八度還有講，伊下流行桌遊，唔過啲桌遊冇強用桌遊，然後嘅新加坡嗰邊嘅歷史然後文化有結合，桌遊課程，桌遊，係同嘅 Visa 有相關嘅桌遊內容。還有講嘅客家嘅故事。哦，客家故事嘅一個課程。你愛來講故事係？冇係，係有邀請比嗌嗰下強嘅先生。慢言來，慢嘅先生。佢就係劉飛琴啊。哇，又會唱又會講故事哦。作。哦。是，向我來做，因為空間係太大。就會講用辦來去做現代嘅客家嘅事情。真嘅，頭班上到新加坡可能就會上到食，唔過呀，除咗實習以外，呀，還沒有周邊的呀啲東西，你講做嚟到底都成法。就係講做事咧，沒限係有啦，限擺沒有啦，因為客家嘅事嘅東西太強。真嘅。所以講做辦啊，做動作嘅東西，咩啲嘅地步都用辦。唔過我嘅依個想法係講用辦來去本嗰下多人來用傳統嘅東西轉到現代嘅生活地步都係用得。冇錯。比如人講乜樣用啊，食嘅東西你下，比如講誒，你做辦有動作，你下係辦下細隻啊，就啊你下看你下動作嘅嘅傳統嘅產咩啲嘅改變，比如說動作嘅東西都可以去停定時態來行。冇錯，最想廿八嘅音樂會，2018大埔音樂團嘅演唱會行業里路練山歌，認真情啲9月28號禮拜5晏晡頭7點半，就愛來同大家來見面咯。聽講已經有遊覽車愛包茶戲，故說大家愛夾打電話聽票，冇就送命聽票哦。今日什麼阿昌來到節目當中，什麼？好，每逢天時幾條前觀眾朋友會疏開休息一下，等下 Q 下來做運動。